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桃园北地一阵之间，装载游览车去宜兰的太平山，游览车并且有1个人死亡，30多个人受伤。台南新华的成功导游场早起传出3员工滑落去导游槽，3个人拢昏迷，其中1个无心跳喘气，加在后来有救回来。高温加热的天气特别变天咯，今日暗头开始，台北季风增强，这方面咯，水气会变热，明仔温度会降7度。交通部才刚宣布讲要针对游览车进一步管制，随个发生游览车意外，敢会提早来进行管制咧？交通部是表示，会等运安会调查结果出来，再个进一步来检讨管制的措施。游览车启动到山边护栏了，规台并伫路中。随后，这件发生伫咧宜兰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公路局一个运安会人员伫第一时间拢赶到现场鉴定。交通部表示，将会继续检讨游览车的管理制度。今年2月验车是没有异状了但是他驾驶所提的刹车失灵，先调查出原因我们再来检讨。公路局伫最近才宣布，对游览车业者提出3大管制措施。包括将一再违规的驾驶找转来做教育训练，另外也会将涉犯的过境值向下调，同时会检讨资讯公布的内容。比如讲，民众若扫条码，就当知影这台车的动态加定期检载资料。游览车专联会讲，分析过去发生意外的原因，认为的因素占7成到8成，尤其以超速加超时工作上主要。伫即马游览车业全台湾还阁欠2000人，也若超速，可能是因为行程排伤满，或者是人客晚到，减少驾驶的时间。景点时候呢，比较会拖到一点时间，所以比较没有准时到上车，驾驶人员后面的时间碰到塞车啦或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他把后面的时间delay压缩掉。今天我们另外要派的3位人员到现场去做量测。有2位人员进行车辆的勘验，现在有2位人员在进行人员的访谈。运安会已经把最高发生的游览车事故列作1级事故，伫第一时间也对驾驶进行访谈。对最近连连发生大台车意外，是毋是有系统性的问题？运安会也建议交通部未来公布驾驶人一个业主的资料，和市场的机制来淘汰一寡不良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新华的成功导游场，今仔早起传出3个员工滑落去导游槽救援人员赶到现场，3个人拢昏迷，其中1个人已经无心跳、无喘气，加在上病院后来是有救回来。他们在清洗除草，然后有1名员工先掉下去，另外2名员工想要救他，然后也下去要把他抬起来，结果就可能因为里面的气体或者是通风不良，造成3个都在里面昏厥。第1名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呈现 O 卡状况，然后另外2名陆续出来，因为九幺车后续的还没到，那我就跟另外1个同事分别做 CPR。工程员工发现讲有3个人落去导游槽，随着报案，嘛先破坏这个导游槽，消防队赶到现场，就随个人救出来。台南市消防局表示讲，这3个人拢50多岁，3个人互救出来的时阵拢昏迷，有1个人已经无心跳、无喘气，状况是真危险加在送到病院有该救回来。另外2个员工马上去病院治疗，初步判断这3个人是因为去输着化学物质昏迷，也毋过详细的情况搁爱调查。再来看台铁最近举办铁路人员薪资的考试，计共是有297个司机员参加，嘛影响到人力的调度，所以今仔跟明仔载2天会有80个次的区间车，佮有区间快车会停驶。南投的集集线这2天会全线停驶。台铁嘛启动绿火车的公路客运转乘的服务。台铁局因为297位司机要参加一年一遍的交通事业铁路人员薪资考试，人无够，所以台铁部分的列车受影响，尤其是集集线，虽然吹切全部拢停驶，在这边启动绿火车的转乘服务。一个升资考试就可以造成等同于接近依法休假班次停驶的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荒谬。但是今天在这个台铁
转型之前造成的这个问题，我想是对这个未来这个杜董事长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朱定武讲，台铁的司机员依法休假去考试，也毋过乘客交通环境所受影响，希望台铁伫咧公司化进前，赶紧甲无够的2000人保护到。根据了解，这边受影响的台铁列车总共有86列次的区间车、区间快车，也有彻底的13列次。因为这一线全面停驶2天，台铁伫咧丽水站到车停站启动公车客运转播的服务。专家认为，台铁除了伫咧明年有退休人员，要安怎增加新人，是未来台铁公司化进程上主要课题。工时能够跟一般人一样，这些问题基本上运输业是没有办法去配合。可能台铁它变公司化以后，它好好要去思考。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这边主要是支线甲部分的区间车减半，而且拢是伫咧离峰的时段，已经甲影响降到上低。不过专家认为，虽然这一线停驶只是短期的问题，但是台铁除了人力，也有票价拢袂当起的问题，希望台铁拢爱纳入经营的考虑，才袂影响到台铁的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高雄卫武营演出中途煞跳电，音乐剧演出暂停，休困1点钟，才阁继续演。有民众是讲国家级的场所发生这款代志，实在是真离谱。卫武营是表示讲，因为供电的设备异常，后续加强来检查保养。台湾韩国合作的跨国音乐剧，重新来展革命国际女林徽因的生命故事。5号来到高雄卫武营文化中心戏剧院演出，表演过程煞跳电，演出中断将近1点钟，嘛引起部分观众反弹。大概才刚开始半个多小时，就演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后面的荧幕嘛，就有2个 LED 灯突然就跳掉，跳掉以后就出现一行英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跳掉？然后大概隔没多久，天花板的灯它也跳掉了。民众记录到演出中断了后，真侪人行出会场，更加让伊无法度接受的是，这个场所是国家级的场所，竟然会跳电。在意的会是所有的人员安全，包含观众、包含表演者、包含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那在全场黑暗的状况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们其实蛮幸运的，还好那时候不是在执行一些幻景的状态。音乐剧制作人回应，确认现场设备无异常，才恢复演出。无法度继续观赏的民众会当专业来退票，还是换场厝。嘛讲向停电，确实会互剧团欢乐，敢会造成人员安全的问题，加载无出状况。哦，那受不了，会俩公，会觉得自己衰爆了。啊，要安怎责怪啦？这种物件是不得已的啊。卫武营即是回应，当时是场馆供电设备异常，已经伫咧长工下晡排除，而且恢复电力的供应。馆内设备拢有定期咧检修，后续会针对这个部分，搁再加强来保养。记者王刘铁考证准高雄报道。再来看台中太平区的番仔路庄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哦，地主伫林家祖厝在内的4户的林家厝搭拆除的公告。自救会伫昨半暝就进驻，要来阻挡拆除，保护家园，毛民众来声援。地主的代表是强调讲，因11件的诉讼案，其中的7件拢拍赢，所以拆除是完全合法。祖厝的边仔捡几啊块白色的铁皮围条咧，外口个人扑人插写大大一字讲要拆。台中太平番仔路庄土地所有权登记已经拖48年，地主伫林家祖厝打出公告，讲初6就要拆。自救会会长林秀芬前一天半暝仔就就伫咧遮，甲庄仔来祝福讲好，分别做暗号，要共同守护家园。昨天晚上是大家讲好，如果他半夜来拆，我就把哨子一吹，村庄的人都会出来，因为我们只能挡啦。今年4月，台中电法院强制执行，要拆林秀芬徛家，当天警察甲施工人员强制清场，甲现场50来声援的民众爆发冲突。林秀芬去警察跟随外口，今仔即个要拆是包括林家祖厝公厅在内4户，有教师甲学者特别来声援，希望保留这个古早住落建筑。大楼不是不能盖，土地也不是不能卖，可是老屋已经好少好少了。很希望可以共同努力把它留下来，变成所有台湾人的文化资产。林秀芬主张有财团透过人头地主偷卖番仔路庄万华平王公庙的土地，要拆除抢地，认为居民应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不过就目前在件诉讼当中，有7件是地主胜诉定案，有4件法院也在审。县长的地主讲无人头这款代志，强调拢是照法院的判决，拆除完全合法。
那他也在法院也跟不管在地院、高院跟最高法院，他们的律师都有陈述表示意见，可是法官都不采信，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在抗争。自救会表示，会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甲大量市府申请订立自律建立权，审期有结果进前有鉴定果质的效力，袂使有拆除的动作。不过地主说讲，自救会2001年就捌申请互人驳回，唔知即马抗争又果是何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已经秋天了，也毋过这几天台湾嘛是个真热热，温度嘛是个真高，也毋过今仔暗时开始就会变天，一礼拜会有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头一波是今仔暗时到明仔载，明仔载温度会降7度，后一波是拜5到拜6礼拜。第2波的东北季风北部温度可能会只有10多度，中南部卖较凉凉。前几日秋后热发威，北台湾的高温称甲超过30度。不过，这款的天气形态伫咧今仔下半晡开始会渐渐改变。中央气象署表示，这礼拜会有2波东北季风报道，第1波对今暗开始影响。这方面的北部甲东半部会有明显的变化。除了气温的下降，嘛开始落局部准雨。而到周二一整天，以白色这一条北台湾北部宜兰的温度曲线来看，一整天气温都是偏凉的，气温大概都只有是21到24度左右，整体温度都是偏凉。不过红色的中南部地区还是维持着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气象署表示，拜2受到第1波锋面影响的时间较短。拜3、拜4，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又会暂时恢复早暗温差较大的天气。不过拜5开始，第2波东北季风对各地头拢会造成较明显的影响。到了下一波，就是周5之后，周末它的降温其实连中南部也有一些明显的温度往下的趋势。那以北部的预测温度来看其实我们到了周日的时候，有可能会低于到20度的情形所以这一波的降温的状况，东北季风在周末的降温的状况，会是今年来是比较凉冷的一波的降温的情形。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海面上可能会出现8级至9级的强阵风，离岛甲沿海作业的船只，得要特别注意风影会较大。记者林秀凯台北采访报道。拜3就是立冬真侪人拢会爱食补，也毋过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进口的汉药材有8成拢起价，当归起要3成。卫生福利部的中药署是表示讲，未来除了推动咱国内家己来生产药材，嘛可能换对东南亚来进口。配合的中药材，因为人客需求不同，有家庭用的，也有个人用的。业者讲，最近中药材继续起价，小包装继续较价，较受欢迎。要配合客人的需求，抓一帖很好的药膳，那回去可以做这个补冬。业者讲，疫情了后进口中药材价格一直起，虽然即马慢慢回稳，不过要求未少，价格也是真悬。亲像细心甲双组人价格比过去翻2到3倍，民众食补定定用的当归价格虽然有较落来，不过依然比过去起差不多3成。过去1斤呢，我们的市场售价呢大概在700块，但现在都超过1000块了。不过这个可能是当地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调节。台湾的这个栽种，我们也会重要是也会像包括承租公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的这些租赁的保障，另外我们也会给一些补助措施。卫福部中药署分析，国内中药过去8成以上是中国进口，除了疫情了后，运输成本起价，佮听讲中国业者囤药材，互价格波动大。未来台湾都咧规划国内种药材，也无排除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进口。记者综合报道。达冬的10月到过冬的3月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甲大气扩散条件无好的季节。中南部常常空气品质是无介好。今仔透早，包括彰化、云林沿海，空气品质是真歹，是对于敏感族群不良的等级。环境部嘛发出感冒色的提醒。云林县的环保局嘛表示讲，因会来加强汽机车的稽查，望讲来改善空气品质。云林北寮大西地区800万一片，今年秋冬后，中南地区常有大气扩散条件无好，造成空气品质不良。然后一下载，包括彰化、梨林、大城、云林北寮等地。空气品质的指标 AQI 拢超过100，达到对敏感族群不良的等级。6、7点较会雾啦吼，等太阳出来到8、9点就较好啊。
稍微比普通差一点，但是到了9点以后，那个台西的空气品质跟外来的空气品质稍微已经下降了所以不有那个为后面的时间段的变风越大的话，可以吹上我们的空气污染，可以逐渐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为了避免空品不良期间空气恶化，环保局实施无定检拦查柴油车和汽机车。如果因为检查无合格，就会开出复检单，让车主时间改善重新来验。但如果无在时间来复检，就会依法来开罚。如果平常没有保养得宜的话，它可能那个油路挥发不安全，就会积碳嘛。那积碳的话，可能就导致检测出来的那个一氧化碳数值就会过高。环保局就讲，透过无定期、无定点的汽机车拦检，要辅导车主进行违牌改善。若机车无在时间内完成复检，将会裁罚500块；至柴油车无复检，将会以排出污染物的浓度，分别开罚1800块、2700块和6000块不等。记者杨为你报道。来关心那白合的进展，侯友宜甲郭文德今仔的态度拢变甲较保留。侯友宜是强调讲要甲友谊做伙往前行，郭文德是讲伊无希望看到分赃。有风声讲郭文德嘛有可能会甲郭台铭做伙选。也毋过，郭文德是讲伊家己嘛毋知影有这回事。侯友宜今仔提出体育的政策，要来争取2038年亚运伫台湾，佮要互一个人一礼拜会当免费去运动中心运动一届哦。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是接见何仲业的代表。投球的办事阁袂歹，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是讲，伊甲惯势做保守接球。侯友宜虽然伫咧新北泰山的棒球学校，但伊的体育政策要争取2038亚运伫台湾，建造国家运动科学中心2.0，增设国民运动中心，发现运动好点，用 App 操作，运动就让累积点数换回馈。一个人一礼拜会当免费到国民运动中心运动一遍。不过，若白合即马卡掉的，是毋是还阁伫咧等郭文德？侯友宜即跟他讲，会结合志向同款的朋友做伙行。只要大家愿意团结在一起，志同道合，我们都一起真正的大家好好的去思考政党轮替、人民的期待的问题，大家一起往前走吧。能够胜选政党轮替这是重要目标。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会因为这样政治文化改变，那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先决定战略，再决定战术。若被免乱合，侯友宜、郭文德拢讲甲正保留。郭文德找人罗南到高雄积极抢票，对科学讲郭文德未来会宣布甲郭台铭搭配。郭文德是讲连伊家己拢唔知影免乱整合，大家动作也是正多。因若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接见中华民国洋务同业总会代表。肯定洋务业者对台湾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的努力。全台湾有4500家，提供了14万多人的就业机会。那我们的纺织业一年替台湾赚进1571亿元的贸易顺差。赖清德讲到，明年高中职的全面免学费，也会支持学校的设备和师资的训练，希望老师傅会当到学校教学生，把手艺传承落去，提升技职教育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要提名中国配偶徐春英来做无分区的立委哦，伊的中国身份争议继续在炭烧。国安局长蔡明彥早起就表示讲，若属中国配偶进行统战的活动，有接受中国的斗相共哦，有证据得来查办。中华两化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秘书长徐春英因为传出列入民众党不分区名单，引起讨论。徐春英初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伫中国已经无身份，无需要遵守中国法律，只是对陆配担任立委，敢有国安记录。国安局长蔡明彥表示，有统战证据的法办。只要有接受对岸的指示或相关的资金的挹注，在台湾发展组织的这些违异常的行为，我们都会予以关注，也会收集相关的资讯。那只要具体的证据的话，我们就会移送到司法机关来立案的侦办。对于徐春英敢是共产党员，蔡明彥表示，涉及证据无方便评论个案，只是即马徐春英各有新争议。
一名过来台湾真侪年，需要登记《西游记》的陆配刘小姐指出，2021年公安退休的父亲为着拆散翁仔某2个人，甲骗善款，透过管道找齐春英协助。等到中国了后，父亲刷着刘小姐捌伫新疆病院3个月，真无简单走回台湾。认为齐春英帮助做歹代志，无责任地位。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配坐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说自己帮助了多少陆配吗？我们这么辛苦帮他回去，我们这样的做好事，没有分文的图报酬，这样子在忙他这个事情，他这个老公应该是被利用了。齐春英反驳压料内容并不是事实，只是提供安慰协助，并无熟悉刘小姐的父亲。伊更加认为，刘小姐的翁婿是遭到利用，才会伫这个时阵提出攻击伊。若佫继续抹黑，将会提告意图使人无当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昨半暝伫网络抛出相片，指控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10月27日甲几个查某人进出招待所。刘文杰是回应讲，伊绝对无甲女性有不当的接触，要求外界毋通得过倒菜刀看到公告书。刘文杰牵手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嘛强调讲，伊相信伊的翁婿。昨日，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嘛表讲，刘文杰诉假离婚违反婚害防治法。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应该发就会发，无例外。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初五半暝抛出4张相片，指出，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10月27暗时捌去招待所，还佫有几个女性嘛伫同一个地点出入。徐卡心质疑讲，这个所在伫内湖蒋姓氏会馆。有风声讲，头家就是涉及800会馆之乱的嫌犯蒋兴华，请刘文杰就要讲好明，这个蒋姓氏敢是涉嫌跋筊甲地下汇兑蒋兴华？涉嫌地下汇兑，现在还正在被检调调查当中，甚至还有所谓线上博弈、赌博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老板所开的招待所，我们的高层公务人员还去他的招待所里面谈事情或是聊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严重了。针对这点，刘文杰回应讲，迄暗受到邀请去朋友的公司坐一困就先离开，绝对无含女性有不当的接触，嘛无做伙出入，且毋通乌白生话、乌白做乌。刘文杰因牵手，也就是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嘛甲相挺，强调伊完全信任因翁婿。昨天深夜的4张图，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根本不是同一个时间点，那么根本就是移花接木，所以会完全的信任先生吗？当然。徐小新说的那个什么钟先生会馆，或是钟兴华先生，我是完全不知道也不认识。那邀我去的是做电商服饰的，当时这些朋友好像都有带女朋友。不过，刘文杰争议的事件要毋拿这一层，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嘛抛相片讲，刘文杰伫一场聚会绑架烧婚，明显违反婚害防治法，质疑伊敢是有特权。该罚就罚了，好，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没有例外。他的处罚应该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是2000到1万。陈婉慧指出，新版的婚害防治法今年3月实施，假烧婚受到立管，都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才会当上市。不过目前也无假烧婚通过审查。林楚英表示，因兜是禁止结婚的，伊嘛希望透过这个事件，互因翁婿刘文杰会当结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德国的汉堡机场发生一件临时的危机，经过18点钟，代志才化解，加在是无人受伤。德国警方指出，讲一个35岁土耳其的查甫人，伫初四暗时8点左右开车冲入去机场，停伫一台土耳其航空的飞行机下骹，车顶佮载4岁查囝。这个事件造成机场紧急关起来，影响超过300个航班，34000外的乘客。嫌犯和警方压制伫涂骹，双手并到脚车边后边绑条下，这场连日的危机才结束。这位35岁土耳其的查甫人，初4暗8点半开车冲过德国汉堡机场的闸门，停伫咧一台土耳其航空班机的下骹。汉堡警方讲，这个查甫人向天顶开2枪，并且对车内等2粒汽油弹出来，伫车内也有伊4岁查某囝。警方赶紧把班机顶头的乘客拢撤离。Und wie die Polizei kam, also das
Das haben Sie durchs Fenster beobachten können. Sie parkten dann direkt neben dem Flieger und betraten dann in voller Montur das Flugzeug. 警方讲，这个查甫人无认同当局对因查某囝的监护权的安排，希望将囡仔带去土耳其。伊伫咧甲伊的情母冤家了，将查某囝带走。囡仔老母遂报警，讲伊查某囝敢若是被绑架。伫经过18点钟的谈判，这个查甫人家己对车内面行菜导航，伫咧无抵抗的情形下被逮捕，结束这场危机。 spricht Türkisch, sodass offensichtlich, ganz offensichtlich eine Beziehung in die Türkei hat. Und insofern ist das eine Variante, die wir im Moment mitdenken. Wir haben aber die Situation, dass wir weder ihn 警方讲，这个查甫人唔是第一遍被指控绑架查某囝。去年伊就把无经过允准，将查某囝带去土耳其遭受到调查。要是做老母的将囡仔带转来德国，汉堡机场讲，机场紧急关闭的期间，总共造成超过300个航班，3400多位乘客受到影响。公司新闻电为林炳晓。 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目前人伫中东的访问哦，伊望讲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会当下长和。布林肯哦嘛去拜访伊拉克，嘛讲到区域美军的安全问题。To anyone who might see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nflict in Gaza to threaten our personnel here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region, don't do it. The threats coming from militia that are aligned with Iran are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we will take every necessary step to protect our people.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lict with Iran. We've made that very clea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离开约旦河西岸到巴格达，甲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见面。会谈的议题讲到，至少伫这个区域的美军最近被攻击的情形增加。一位美国官员讲，一旦单向攻击无人机，以指伊拉克甲叙利亚美军甲联军为攻击的目标，最后才互美军拍来。 伫咧布林肯访问西岸甲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见面的几点钟过进前，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一个难民营，造成几60个人死亡。布林肯去黎巴嫩的消息传回了，巴勒斯坦人拢上街头示威，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战争。抗议的纸条顶头写：布林肯，你的双手规个拢白费。 布林肯甲阿巴斯见面的时阵，伫镜头前，两个人即间问好，无国加讲话。布林肯即早去中东，是想要阻止战争所造成的扰乱的情势，并且想办法请以色列政府暂停对哈马斯的攻击，争取时间提供加沙百姓人道援助。This is a process. Israel's raised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how humanitarian pauses would work. We've got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We're working on exactly that. 巴勒斯坦的官方媒体瓦法社报道，阿巴斯讲，若是要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重新接管加沙地区，只有找出解决以巴冲突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才有法度。也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是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 来看，伫耶路撒冷一间犹太阿拉伯双语学校，或者跨国的组织评作是世界上好的学校哦。伫全球加选5间学校尔。这间学校得奖的理由包括促进团结、帮助在地社区，佮有支持心理健康。 就伫以色列哈马斯休战的时阵，为伫耶路撒冷一间希伯来语甲阿拉伯语双语学校，以色列犹太甲阿拉伯手牵手教育中心，为600多位学生授课，获评选是世界上好的学校之一。得奖原因是将犹太学生甲阿拉伯学生融合，得到克服极奖奖。 فهون بنعلم تاريخ من بقصتين القصة اليهود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قصة العرب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这间学校首席执行长伊拉瑟声明，得到这个奖应该大力庆祝。也不过今晚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真侪人失去宝贵生命，应该聚焦伫解决问题。南非斯巴克所谓托小学，因为甲学生安怎投票，阻止废弃物污染，解决性别暴力问题，也佮教导给连接儿童活托，得到社区合作奖。哥伦比亚蒙特梭利圣法兰西斯科学校是执行一项学生专案，将咖啡沙将废物转做有机食品等环保产品。 Bueno, en estos momentos estoy realizando un jabón orgánico a base del cuncho del café o la borra.
巴西康塞维尔斯学校伫新冠疫情结束了后，为学生提供心理医师甲心理健康教育，得到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奖。 Alunos com autoestima mais alta, as notas melhoraram quase 100% desses alunos. 印度的河畔学校是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同理心、创造力甲社会责任感，得到创新奖。世界上好学校奖是由跨国教育组织 T4 伫2022年头一摆举办，设有5个奖项，以表扬对学生甲国家跨的社区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学校。这种的学校会当得到25万美金的奖金，协助因伫教育理念甲执行扩大打基础。公司新闻黄伟明报道。亚综合报道。 咱来看高雄市今年有真侪大型的演唱会，嘛有带动观光哦。也毋过民众就发现讲，饭店亲像起价咯。这礼拜哦，高雄又阁有2场的演唱会，观光局嘛稽查当地13间旅馆，发现有4间哦，趁这机会来提悬价数，本地一盒4600块起到7400块哦。观光局是表示讲，这款违法的行为，上济是当罚5万块。 观光局人员甲小保官同齐来到盐田区这间饭店，详细询问房间的介绍。因为最近有真侪歌手拢来高雄开演唱会，这礼拜就有2场，市区订房率有到8成，想袂到也是有业者趁机会提悬介绍。观光局拢总稽查13间的旅店，就有4间业者来违规。上侪这间拜六单人房的介绍，一间就要起3000块，观光局依法罚款5万块。在这一次稽查的13家业者当中，有4家旅馆业者，他的房价 超过了被查房价，后续我们将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1万到5万不等的一个罚款。4间违规业者在拜六迄天房间介绍起200到60不等，其实疫情解封了后，不少民众拢感觉国内旅店、饭店介绍真贵。记者实际来到违规饭店附近，也是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讲，若是介绍被起价收函，因拢会当接收。高铁票的那个，对，大概这样子是一个人3000出头吧。对，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还可以，对，可以接受。总是价格是差不多，主要是我要的是因为有小孩，所以我选的是家庭房，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价格是还 OK。 观光局嘛呼吁旅店、饭店业者唔通趁廉价也是活动的时阵，凊彩提悬房间介绍，若是用查到，会依照规定罚款1万到5万块，而且公布店家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国内观光业务卡手是真欠，政府嘛当个评估讲，敢要来开放外国移工。早起立委甲民间团体就开记者会，因呼吁政府应该爱先改善饭店低薪过劳的劳动条件，唔通想要开放移工哦来解决问题。甲被单、曾经甲枕头布拢总换新，防务人员把握时间，甲退房了后的房间赶紧变好清气，迎接后一组的人客。最近旅宿业真正化工欠工。 希望政府会当开放移工来解决卡手无够的问题。早起立委王婉如甲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做伙表达强烈反对旅宿业开放移工的立场。主业一方面说房务清洁人员的工作很辛苦，没有人要做，但那么辛苦的工作却只愿意给很低的薪水来聘人，然后还看到很多人来应征，业者却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他们。王婉如表示，针对欠工的问题。 劳动部顶一日推荐5300外的人去引头路，不过落尾手业者敢若录取400外的人，等于是超过90%的人拢无互录取，其中35%引头路的人根本就无收到面试的通知。至于旅宿业敢真正欠卡手？劳工团体嘛讲，旅宿业者伫疫情的期间向政府要求大量的补助，不过疫情了后厝价大起，煞无反映伫咧劳工的薪水。未来若真正开放移工，会冲击到青年就业，打压产业的升级。现在的业者他不愿意提供劳动条件，他反而是以说青年不愿意从事为理由，要求开放移工。那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剥夺青年的就业机会。一旦旅宿业、房务开放移工，那餐饮业也要求跟进。那接下来各行各业都说，我们缺工啊，我们要移工，我们本劳的工作权到底会转到哪里去？民间团体强调讲，目前国内当时观光旅宿业劳动环境清点检讨重要的时机，政府相关单位应该赶紧辅导业者转型升级，唔是用开放移工的方式，让旅宿业的劳动环境愈来愈歹，让薪水低的问题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
前一站传出世新大学中文系要停招，有民间团体甲退休的教授就指出讲，伊空白课讲哦，唔拿去古文化，嘛互国文的教育变甲正浅工具化，造成哦中文系出路是愈来愈歹。因呼吁总统参选人伫教育政见嘛应该来提出相关的看法。它难不难？它有趣没有趣？这个都是要看我们自己。提出家己做的甲古文教区，前大学教授、有名的作家张晓峰感叹当前108年课纲中，古文教育放弃古文化，牺牲学生上重要的基本养成教育。没有好的语言，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仅仅是国家的能力啊，这就是个人要活下去的一个能力啊。有人却强迫我们把它丢掉，这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件事情。当你文言文不读的时候，你只读白话，你其实是轻视了学生。它其实承载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厚度，承载了文学的素养，承载了我们所有语言之中隐而未显的许多核心概念。前高中国文老师段新基指出，目前课纲将国文教学的目标浅碟化，只存基本教育功能，加做单纯的工具学区，也安尼矮化中文系学生的出路，更加造成真侪大学的中文系面临停招。对于这个现象，感觉真烦恼。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难道我们就挑不出一些能够跟当代的社会相互配合的东西吗？假如能够善用文言文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从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学者强调，基本是重要的软实力，基本能力强，会当甲其他的学科互相辅助。更加呼吁基本教育无应该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希望2024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提出相关的教育政见的时，会当多加考量。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国内老人的人口会超过总人口数的20%，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有民进党的立委指出讲，目前的长照送餐一顿80块，根本是真无合理。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因按说要起到一顿100块，上紧明年初就会开始。即马各项物件拢起价，为什么拢爱加开钱？就连即马公部门的午餐费，拢已经调到一顿100块，不过长照送餐依然停伫咧一顿80块尔。民进党立委蔡培慧等人，第5月时阵就要求卫福部研究会当调起。不过，伫即马晚年啊，也无结果。那这个时间基本上，因为明年就会开始适用新的规定，所以我们现在也持续的在做整体的评估跟处理当中哦。卫福部表示，长照送餐调到100块的方向是未改变，上紧伫明年初就让开始实施。不过，地方上收集偏向的时代人的心声，问题唔单一个，也有一寡社区甲委外日照中心，因为经费有限，加所在限制，时代人无法度参加相关的活动。另外，立委也希望，除了时代人以外，也当改善新疆日照社工师的服务条件。身心障碍的社区补助啦，你们只有0.5人力，这些事情又发生了偏远跟都市的差别。6都经费够，它可以去补足中央没有办法的人力，但是其他地方的县市没办法。我们其实都希望县市他们在布建这样的据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在邻近的区域，然后一次设置2个据点，那这样它其实就有可以一个全职的一个社工的人力来服务30个个案。卫福部希望地方会当各种据点来增加效益。不过，立委蔡培慧讲，这反映出都会加偏乡的差别。伫偏乡人少、所在大，要一边选2个瓦群的点有困难。像南投的第3镇，选2个点，敢若是来回车程就超过2点钟，就要重新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爱丁堡大学受创事故当初牡丹社事件震死的百万族勇士的遗骸，这年来经过互相的沟通，最近这4具遗骨伫中路的后山，今仔透早转来到台湾，放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南科的考古馆内底。因为牡丹社事件流落伫英国的原住民族4位勇士的头壳骨，总算转来到台湾，透过巫师传统祭拜仪式，目前放伫咧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南科考古馆。牡丹社事件战场上的族人的遗骨，能够顺利送回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经过
很多机关跟我们部落族人不断的沟通协调以后才完成。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蔡英文总统也在这个重视主持的这个历史正义跟转型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有几多名牡丹社百万族人战死，日军甲12粒头骨炸转去日本，其中有4粒奉收藏伫咧英国爱丁堡大学。政府机关、博物馆和学术界互相建立协商沟通平台，经过3年打拼达成共识，互头骨会当回来到台湾。把4粒头骨请倒回来，也是台湾原住民族要求国际先祖先归国的头一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被取走居然带到海外，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带到哪里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把它要回来、带回来，有很深的伤害。我们到底是属于什么群组？我们被人家这个方式来对待。那经过这一次，让我们族人体验到，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团结。未来我们有一个150周年的牡丹社事件纪念活动，这个真的是我们感觉到是祖灵的一个安排，能够让他们在漂流异国150年之后，能够真正的回到当年自己的家。明年是牡丹社事件满150年，也根据着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精神，实际行动来行动，也促成人类社会重视原住民族人权，而且也具备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转型正义的代表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金樽海岸，今仔开始要办7天的2023年台湾国际冲泳的公开赛，有200多个国内外选手参加，其中有3个是准备要参加2024年的法国巴黎奥运的选手。东北季风伫咧东海岸金樽的海面上，带动一波一波的长影，才有台湾上好的冲泳环境。2023台湾国际冲泳公开赛虽然正式伫咧金樽渔港开始比赛，国内外200多位选手要进行7天的比赛。你的浪况？蛮安全的啊。And the waves are so fun, so yeah, my first impression was wow, this place is amazing. 冲泳比赛已经列入奥运的竞赛项目，这边有3位准备要参加明年2024法国巴黎奥运的国外选手来参加。台南县政府也伫咧比赛上尾2天要办冲泳音乐节，接待来参加比赛国内外选手。那今年呢，也是国际冲浪联盟 WSO 年度最年底的2场最大的赛事，就是 QS 积分5000的赛事哦，因此吸引了超过10个国家，将近200位的选手来到台东。关乎讲过去伫金樽的比赛，包括国外的青年选手来遮参加，摕到冠军，过去参加奥运。这边看到冲泳选手愈来愈少年，希望这项比赛会当培养出国内更加侪优秀的奥运冲泳选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医学院的团队开发出全球头一个以人工智慧来侦测药鞘癌，准确度是超过90%。另外，生态团队嘛用人工智慧设计出个人化复健疗程，咱做伙来了解。已经过往的体育组部负责人、甲苹果创办人贾博斯，在生时阵拢因为腰鞘癌受折磨。不过2公分以下早期的腰鞘癌真好发现，较会去牵着适合治疗的时期。所以台大团队打造 AI 侦测系统，会当判图监视治疗腰鞘癌，准确度超过90%。小于2公分的胰脏癌在电脑断层上是很难看得到的。那有40%的这样的小于2公分的胰脏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做腹部电脑断层检查，把这个影像拿来用人工智慧的模型做一个分析。AI 系统经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甲影像组合，就会当为电脑断层的影像来判图资讯。相关的技术已经得到医疗器材许可，会提供予更较侪民众来使用。不过，智慧医疗除了癌症的判图，还会当协助民众进行客制化复健的服务。那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然后可以进行训练后呢，然后我们医师可以在我们后台当中去看见他们的一个肌肉运动状况，提供一个最适化复健疗程，能够让他们的跌倒风险从50%也可以降到10%。利用会当挂伫分数的智慧装置，会当收集筋膜运动的数据，传去医疗端，安排上较适合的复健疗程。再选出一些团队，骨科会尽量把我们有的资金、我们的资源协助大家，让大家更靠近商业化。国科会推动学术界甲产业的合作，举办商业开发培训营，
鼓励学检团队甲创新的想法转化做市场的服务，创造产学双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早起审查为数位医疗发展条例草案，针对开放同性医疗，基层的诊所医师是真反弹哦，因为讲违反分级医疗的精神。卫生福利部部长施世元是强调讲会继续甲医界来沟通，上计后礼拜会来公布同性诊疗的相关办法。偏向离岛地区的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要看医生，敢若是坐车就要几落点钟。才发到市区看诊。有立委讲，全国有75个乡镇，和卫福部列做医疗资源欠缺的地区，其中敢若新立县就6个乡镇，所以有必要爱上社会医疗开放通信诊疗的服务。像这种地方也许如果能够用这个远端的这个数位医疗来给他协助，最少比现在好啊。他现在都没有医生啊。不过基层的诊所医生认为。医病关系是建立在咧当面诊疗，同性诊疗应该是特殊的案例或者是紧急的情形，譬如讲新冠疫情期间，以后若是变做常态，那呢人力甲财力拢较大的大型病戏，恐惊会甲规个医疗市场拢夹起。偏远地区的民众来用同性诊疗了，较无去诊所看医生，也违背病人伫咧社区照顾的分级医疗的初衷。所谓的医疗要怎么样去真的去改善品质？而且能够去协助医疗的公平性，但是什么样叫做特殊？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修法的在定法的一个定这一办法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简单来讲，就是它要提供可进性的医疗。卫生部长施世元强调，医疗界基层诊所会担心，会继续沟通，针对疑虑的部分，会让大家讨论，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方法。按算上近11个月中会对外公布同性检测治疗办法相关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陈嘉玲编辑。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